二戰時期，日本軍艦玉林丸佇咧台灣恆春出海口外海停船。日本政府7月20日進行日軍的圍掘調查，希望透過這 DNA 鑑定，協助確認日本兵仔身份，讓這漂流佇咧外地半世紀的日本遺骨有機會會當回去家屬身軀邊。深深一鞠躬了後，用土土土表示開學儀式正式起鼓。日本戰沒者遺骨收集推進協會20載起，佇屏東恆春半島挖進出海口的2大所在展開遺骨調查，暗算作業2禮拜。這嘛是日本自1975年來第2擺佇台灣開學，協調建管處、台電核三廠和屏東縣府一穩准通過，協會就趕緊作業。80年前に船が沈んで、たくさんの遺体がここに流れ着いたというのを見て、実際にその、遺体をダビに付して火葬して、埋めたと、その作業に参加した人からの証言をもとに、ここの場所を特定しました。おそらくこの2カ所の試掘だけで12時間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が、最後の2、3日は掘ったところを埋め戻す作業になります。因為巴士海峽在二戰時期未少日本軍艦和運送的船仔，被美軍拍沉去，預估超過10萬名兵仔死去，其中日本軍艦玉丁丸有5000人無命。日本的文書工作者這幾年透過收集資料，訪問恆春居民，調查遺體漂流、火化各大地點的證據。日本政府去年派人來勘查，確認資料，加上台日交流捌，讓這屆開學的計劃順利展開。剛來台灣的時候，我一直找台籍日本兵，差不多3年。疫情的時候，我在這邊找骨頭，然後疫情完了之後，日本政府那邊跟我聯絡了，想要那個落葉回根的，想要帶回日本去。協會方面表示，遺骨的時間已經超過80年，保存狀況真歹講，規個作業有一定的難度。若過程中發現遺骨，經過判斷是日本人，會帶回日本進行 DNA 鑑定，希望協助確認身份，回歸故鄉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